地动较大，一直还有地动尾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即马有要求台北市的建管处，针对这红单、大红单、黄单的建筑物，就爱做一摆巡查。新北市这边嘛已经有请技师进行红单、黄单建筑物的巡查，看地动尾了后受损害敢有变甲更较严重。建筑师用手机去民生社区这栋大楼的外口壁的情况，这栋大楼因为花莲0.403大地震出现严重避损、大面积泰路落来的情况。红单、黄单因为23全台佫发生几夜班的地震尾，建筑师甲监管处到场巡查，确定情况敢有加重。就是有一些外墙剥落，或者是较为严重。那这个还请社区来看看怎么来维护。各栋管各的啦。啊，我若要修理，阮头前小可外墙小可落来尔啦。全台一直有地震，北市为0.403大地震以来，危险建物有红单2件、黄单17件，这2天的地震无过增加单数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要求监管处23完成红黄单建筑物的巡查，确保民众安全。从04、03花莲大地震到目前累积进线建物的状况大概有1800多件。区公所也结合3大技师工会来全面的去就红黄单再检视一次。那目前已经完成04、03的红黄单建物。新北市最大震度有达到3级。今天早就有请技师相关人员到现场去做确认，现场确认是今天10点为止是没有。新北市内关危险建物有红单6件、黄单15件，23也完成巡查，确定受损无加重。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，指示启动危险建物评估甲落实调度专案。方署和国土署来成立专案的小组务必要协助跟督导地方政府，即刻来启动危险建物的评估机制，做好警戒的工作，并且尽快的落实危险建物的拆除措施。国土署统计，为0.4、0.3花莲大地震了后，到22:21点，全国红单建物有73件，以花莲57件、甲桃园8件较侪；黄单145件，其中花莲57件、桃园53件、台北17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